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唔得。台语安尼写，唔得。华语的不止、不如、比不上，台语讲唔得。你破心肝咧甲对台，伊煞嫌臭粗，你敢会感觉真唔得？啊，你做甲流汗，风险甲流烂，实在真唔得。俗语讲，千算万算，唔值得天一话。就是人搁较安怎熬，都较输天出一个骹手。就是世事变化无常，人算不如天算。就是华语的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唔得，搁有一句真趣味的俗语：三条桥唔得一粒药。桥就是茄子，伫个遮救济着男性的性器官；药就是文革，伫个遮救济着女性的性器官。这句是咧讲查某人真熬、真欠卡、真有才情。有时阵三个查甫人也不如一个查某人。啊，台湾有袂少的俗语，拢会用到“唔得”这两字，像讲山顶一蕊花，唔得边洋一枝草。即譬如讲吼，种伫个深山哪来的水蜜桃，虽然珍贵，但是不如种伫个厝边，随手就挽到食的香蕉，要食就有。这就是华语的“一鸟在手，胜于十鸟在林”。再来，一人煮粥，唔得两人输娘。侪人共同考虑的决定，比个人的想法更加高明周至，而且会当来避免着胜哦。就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。最后，过来一句俗语：千刀万刀，唔值得还残头。以前农业时代的观念，各行各业就是劳残种作，才是上实在的行业。啊，佮传出来的意思就是，想千万步，不如实际来大脚步，就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唔得，实在真趣味。